呢個練習叫 heel touch。首先我哋會平躺，膝關節屈曲，腳掌掂地，然後腹部發力，將膊頭升高。呢個係一個開始嘅動作。雙手會自然放喺身體嘅兩側，然後運用側腹發力進行一個 side bending， 左右輪流，令雙手盡量貼近腳踭。咁我哋貼腳踭只係一個 Q 嚟嘅啫，唔一定要掂到佢嘅。我哋每做完一邊，要翻返去中間，再去另一邊。過程中要保持一個自然呼吸，唔好閉氣。常犯錯誤就係個速度太快。另一點就係為咗掂腳踭而令到幅度太大，咁樣會有代償出現。記住幅度微微就可以㗎啦，感受多啲側腹發力。